海樂苑一座高性價比之選，都是桃園中的溫馨港灣，讓生活慢下來。從一間通透兩堂的家開始，這裡不只是居所，更是理想生活的起點。樓盤位置優越，位於九龍南昌站區麗盈街3號，步行可達地鐵站，交通超便利。周邊商場、街市、公園選擇多樣，生活氣息濃厚且寧靜舒適，真正實現往中帶靜。小學校網40，中學位於深水埗區，教育資源穩定。盤源特點：二座高層5室，實用面積391呎，兩房間隔，西向採光充足，傍晚還能捕捉一抹夕陽餘暉。戶型方正通透，實用率高，裝修精緻，拎包即住。社區環境清幽，2522戶大型屋苑，管理完善，安全感滿滿。你的理想家園是什麼樣的？留言分享你的需求，一起找尋屬於你的幸福小窩。此單位只可給有綠表資格的購買者或擁有，香港房屋署給你白居二資格才可購買。歡迎你留言及聯絡我有關詳細資料。